瑞士日內瓦豪門世家錶為你送上。現在嘅道瓊斯指數及納斯達克指數係，資訊係由瑞士日內瓦豪門世家錶為你提供。跟住落嚟係播映夜間新聞。風動，自然嘅力量；心動，夢想嘅起點。Sinopec 奉獻清潔能源，成就運動無限精彩。Sinopec 北京2008年奧運會合作夥伴。你努力得嚟嘅積蓄，當然要保護穩妥。而家香港有存款保障計劃，你嘅銀行存款最高可獲得10萬蚊保障，俾你10萬個信心，繼續拼搏。不枉一生物之後的期待，幸運是你我誕下來，得天獨厚，因為有你，金至尊珠寶。更真嘅笑容，更多嘅機遇，更新嘅義烏，我嘅夢想就在這裏。中國義烏，今時今日百利達 Rita 百利達瑞士腕錶，而家嘅時間係晚上10點59分。何厚鏵首次評論警員開槍，話並唔係要鎮壓遊行嘅人士。沙田新城市廣場燈箱着火，千幾人疏散。廉署一個前職員長期打字患病，唔獲續約，獲賠80幾萬。歡迎收睇夜間新聞，詳盡嘅新聞內容。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首次回應5月1號嘅大遊行有警員開槍示警嘅事。佢就話啦，政府冇指示到要鎮壓遊行嘅人。駐澳門記者彭海慈報道。對於5一遊行演變成警民衝突，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強調，事前警方高層並冇指示警員向遊行人士開槍。我可以好肯定講句，無論喺警方嘅內部指引，無論作為政府喺呢方面嘅政策，特別警方處理活動，絕對唔會話叫警員開槍去鎮壓去遊行，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嚟。何厚鏵認為大部分遊行人士嘅訴求係合理同正當嘅，特區政府非常重視佢哋嘅訴求，但唔排除少部分人士有政治目的。喺2000幾人裏邊咧，佢亦唔係個個咧都係懷有咧唔正當嘅目的，或者係完全咧係政治動機。我相信大部分都係會有一定嘅訴求。何厚鏵又話，一般處理遊行嘅前線警員唔可以帶備殺傷性嘅武器，開槍警員係屬於後勤嘅支援部隊。佢係根據當時有人跌倒嘅危急情況，決定鳴槍示警。何厚鏵肯定警方今次採取咗克制嘅態度，但警方高層會檢討對突發事件嘅處理方式。佢又承認前運輸公務司司長歐文龍嘅案件對澳門形象有好大嘅損害，當局會依法處理案件。特區政府包括我本人係全力支持廉政公署同埋檢察院呢係按法律辦事，冇偏幫、冇隱瞞、冇干預。何厚鏵又話，廉政建設同施政透明度一直係政府嘅目標，當局會提高政府，特別係高層官員嘅廉政要求。亞洲電視駐澳門記者彭海慈報道。另外，澳門前運輸公務司司長歐文龍涉嫌貪污嘅案件有新嘅發展。澳門廉署調查發現，一個姓鄧嘅建築商人懷疑透過行賄嘅方式
取得超過10項嘅政府公共工程同埋保養管理嘅合約，總金額達到澳門幣13億元，涉及嘅賄款超過澳門幣4300幾萬。涉案嘅10個人，除咗歐文龍同幾個親屬之外，仲有建築商公司職員同埋合夥人。案件涉及行賄、受賄同埋清洗黑錢，案件移送檢察院。返嚟本港，沙田新城市廣場懷疑燈箱電線短路引起火警，1000幾人要疏散，冇人受傷。鄧俊輝報導。商場5樓至6樓大電視上邊嘅燈箱先着火。管理處職員用滅火器撲救，有人嘗試徒手拉開燈箱嘅木板嚟救火，但係唔成功。消防到場開喉灌救。5樓下低嗰塊 lift 嘅廣告板咧燒着咗咯，係啊，一路燒上去咯。係，咁當時係好大火，開頭細火，後尾就好大火咯，5分鐘到就好大火。冷巷嗰度原來6樓咧，6樓嗰個電視機，6樓個電視機上邊嗰啲電線着火，咁我哋嚇到望啊話，煙咧越嚟越咁得實，我哋走咯。由於商場發生特別事故，請各位係利用商場嘅走火通道盡快離開本商場。商場連接住火車站，加上係食飯時間，警方同商場嘅職員忙於疏散人群，最少疏散咗1000人。有商戶投訴火警鐘冇響起，又冇火警鐘，咁我哋咁啱又有客喺度喎，咁我哋係見到大煙嘅時候先叫個客走嘅啫。消防同商場都話消防系統運作正常，起火嘅原因就要深入調查。電線嘅設計完全係呢個根據嗰個工程師設計而設計出嚟嘅，就唔會話隨意有個短路。至於點解會有個印住個電線會印住個火警咧？我哋都係會作出一個深入嘅調查咧。消防開動一條喉同出動2隊煙霧隊灌救，12點半左右將火救熄。但係4個鐘頭之後，現場再起火，職員用滅火筒救熄。亞洲電視記者鄧俊輝報道。有商戶就估計損失超過幾千蚊。有安裝廣告燈箱嘅技工就話，如果燈箱嘅散熱做得唔好，好容易會短路。李嘉怡報道。火警救熄之後，大約2個幾鐘，商場解封。商戶陸續返店鋪點算損失，同埋忙於清理積水。火警之後，商場部分天花被燻黑，甚至滲水。商場啱啱做完裝修，火警之後，工人就將棚架拆除。有精品店負責人估計損失超過4000蚊。救火啲水咧湧咗入我哋鋪頭裏面啊嘛，咁變相門口啲貨啊、啲杯都濕晒咯。因為我哋啲杯本身有啲紙罐咧裝住，咁都濕咗，都唔賣得噶啦已經。火警懷疑係燈箱電線短路所致。有技工話，安裝室內廣告燈箱必須要做好散熱系統，否則好容易短路。咁但係一個燈箱可能佢入邊有幾十支光管，變咗佢入邊可能係2-3千火，咁佢積存嗰個熱力咧就比較犀利啦。一到某一個限度咧，就會令到佢入邊嗰啲物質，譬如甚至膠啊，或者甚至一啲光管火牛啊，嗰類嘢咧就會產生會溶咗之後，可能有機會令到佢會短路。佢估計火警救熄之後又再死灰復燃，可能係燈箱嘅高溫比較難喺室內散去。佢提醒需要揾合資格嘅技工安裝燈箱，以及定期檢查。亞洲電視記者李嘉怡報道。一架私家車喺彩虹村對開失事撞毀，司機受重傷。出事私家車喺挨晚6點幾，沿住太子道東駛向觀塘，喺彩虹村對開失控，衝上路中嘅分隔石壆，撞毀2個路牌之後，再衝前碰向一支燈柱。私家車車身折曲，損毀嚴重，司機被困，要由消防員救出送院治理。
廉署一個前職員因為長期打字患上痛症，唔獲廉署續約，佢入稟法院要求廉署賠償勝訴，獲賠83萬幾。廉署就話正係徵詢法律嘅意見，現階段唔會評論。由史可維報道。入稟索償嘅44歲原告人黃佩常喺88年加入廉政公署，其後升到去1級中文翻譯主任，月入超過7萬蚊。佢每日要長時間打字同使用鍵盤。01年證實患上腱鞘炎，即係前臂無力腫痛，工作效率大減。04年不獲廉署續約，佢其後以患上職業病為理由，向廉署索償薪酬同精神損失。高等法院法官喺判詞之中指出，醫生證明原告喺患病之後永久失去部分嘅工作能力，每日最多只可以打字1個鐘頭，令佢失去競爭能力，難以再從事翻譯嘅工作。生活上佢亦都唔能夠攞筷子超過10分鐘，難以開門鎖同扭毛巾等等，令佢情緒低落同失眠。裁定佢勝訴，賠償佢薪酬同精神損失，合共約83萬8千元。廉政公署回應話，正向律政司徵詢意見，現階段不作評論。亞洲電視記者史可維報道。有工人權益組織歡迎今次嘅判決，認為有助提高對僱員嘅職業健康保障。曾永山報道。打工仔每日用電腦7-8個鐘頭都好平常，不過患上職業病亦都未必會向僱主索償。因為比較會好難證實究竟係屋企整到啊，定還是工作上面整到，所以好多時都唯有不了了之，自己俾錢去醫咯。有從事康復治療嘅學者話，好似廉署前員工患嘅腱鞘炎並唔罕見。例如長時間打字、手部時間工作出現勞損，令到前臂疼痛無力。長期使用電腦嘅文職人員、從事美容或者係推拿工作嘅人，患上嘅機會較大。不過喺訴訟當中，要證明創傷同工作有關，存在困難。因為呢啲好多咧都係唔係一種創傷性嘅職業病啊嘛嚇，唔係話突然間有嚿嘢跌落嚟咁樣，就係其實好多時咧係慢性咁樣去累積而嚟嘅，所以咧就係好多時都叫呢做係累積性嘅職業病。咁樣去索償係有困難嘅，因為咧好多時咧你要證實咧幾時開始啦，呢個就好難啦嚇。佢話：如果發現手部出現唔尋常嘅刺痛或者係麻痹，需要盡早求醫。有工人權益組織話，近年有關嘅職業病越嚟越多，手部勞損嘅個案由04年嘅43宗增加到05年嘅75宗。不過實際數字可能更加多。相信今次廉署前僱員勝訴個案對僱員索償有正面意義。我諗今次個案例其實就係即係可以俾到啲僱員呢個信心咧，即係佢哋去追討嗰個合理嘅賠償啦。另外一樣嘢，我諗亦都係即係呢個案例俾到僱主咧睇到咧，即係其實佢哋如果唔做好嗰個即係對僱員嗰個保障咧，即係打字都可以導致到嗰個僱員係嚴重即係勞損嘅，咁佢哋亦都要負上一個即係賠償嘅。佢認為今次個案有助提醒僱主加強對僱員嘅職業安全培訓。亞洲電視記者曾永山報導。先有社陣間翻嚟會繼續報導，會德豐再以42億勾出西九龍嘅住宅地皮，下個月拍賣。上海有食水管爆裂，引致大水浸同路陷。來簡約地愛多80年，態度未曾改變。昨日新款，在明日付錢，平凡像我也於身邊。和興白花油愛多80年。順德財神酒店，體貼嘅5星級服務，配備園林泳池，提供完善專業嘅會議策劃服務，使你嘅事業錦上添花。順德財神酒店，尊貴服務先行者。你好少會坐定定，因為喐多啲，你至會學多啲。所以你需要啱身又舒適嘅紙尿片，全新升級 Pampers 好動寶寶，新設計嘅自然曲線剪裁，全方位 fit 晒你。跟住你嘅曲線走，你咪可以活動自由，學得自在咯。Pampers 好動寶寶。星期日晚，大量好橋爭奪自托榮耀，一眾主持同嘉賓悅目才藝限定上演，仲有特別大獎為你揭曉年度大熱。
第13屆10大電視廣告頒獎典禮，星期日晚8點半。勁啊勁啊！嚟緊有周二競選金多寶3300萬，係3300萬周二競選金多寶啊！而家開始售票啦，記住啊！由尖沙咀出發，坐新渡輪去澳門，凌晨11點59分都有船。由澳門返尖沙咀，仲去到凌晨12點半添。尖沙咀起點，開心新體驗。當你面對緊一場艱巨嘅耐力挑戰，邊個值得信賴？金霸王抑或普通彈性電芯啊？普通彈性電芯已經冇晒力，一個個咁支持唔住，佢哋跌晒落去。但金霸王就繼續上，喺呢一刻，耐力先係關鍵。好在我哋可以信賴金霸王。金霸王卓越品質，持久電力。我袋裏面有一樣嘢，佢好特別，唔單止為我留住動人嘅影像，有咗佢，仲去到邊都唔會迷路。我袋裏面嘅就係 Nokia N95，掌握之中，想象之外。每一分鐘，我嘅年齡在變；每一天，我嘅心情在變；每一季，我嘅目標在變；每一年，我嘅夢想在變。我在變，我是百麗，百變所以美麗。啲斑真係蠱惑，好似有根咁，清極都清唔走。全新 SK2 極致換白精華，首次以醫學美白概念，幫助由根源清走黑色素，從基底淨白。啲黑色素好似連根拔起咁，卜卜卜，好似由底度掹走晒，一支都未用完，就已經見到效果咯。SK2 極致換白精華。拍咗成日，你嘅眼睛仲好有神喎。我日日都有食明眼素㗎。維尼美明眼素，紓解眼睛疲勞，眼睛變得明亮有神。凌晨仰目好視力。巴黎維尼美。聽日係農曆3月19日。送禮俾關心嘅人，梗係揀至優質嘅魚人生精選產品，係人收到都開心㗎。翻嚟新聞時間，蜆殼凌晨起調高家用石油氣售價，樽裝石油氣批發價加至到每公升9個5毫半，中央家用石油氣加至到每立方米30個3毫2。蜆殼解釋，近月石油氣入口價持續上升，有必要調高。政府下星期拍賣西九龍海泓道嘅地皮之前，會德豐再以42億勾出同區嘅海輝道地皮，平均嘅勾地尺價超過4500蚊。有測量師就認為勾地價唔算平。有陳凱欣報道。政府下個星期二拍賣海泓道地皮之前，另一幅位於海輝道嘅西九龍地皮，亦都被會德豐以42億元勾出，下個月12號會拍賣。勾地價都42億啦。咁如果你睇翻即係初步去計啊，即係嗰個地價連埋建築費，我自己估啦，大概70至80億度啦。嚇，由於個金額都講緊即係呢個數目，咁我相信都會研究一下用，或者用一個財團嘅組合嘅形式去參與。以呢幅地7.5倍地積比率計算，地皮可建樓面超過91萬平方尺，即每尺樓面勾地價接近4600蚊，較海泓道地皮高出1成半。有測量師話價錢並唔平。基本上計帳面價呢個歐美地價都講緊4500幾，差唔多4600噶啦。咁其實嚟講都幾進取嘅，因為如果你睇翻嚟緊下個禮拜賣嗰幅呢，講嘅歐地價都係講緊4000蚊到嘅啫。咁但係嗰幅地其實個可塑性雖然內陸少少，但係其實都唔係太差嘅。因為佢基本上向西一樣有海景，而向南呢，高層嘅單位呢都有機會望到維多利亞港嘅。市場估計呢幅地可以賣到60億元左右。有物業代理就認為，再有西九龍地被勾出，對區內市道有正面嘅作用。咁如果一手樓嚟講，我估計呢個尺價會有大概1半至2成嘅升幅嘅，即係少翻勾地價啦。但係即係普遍估計呢一地因為始終臨海，咁我相信個尺價都拍出嚟都相當理想嘅。喺3月底，會德豐以26億500萬元勾出同樣位於西九嘅海泓道地皮，平均尺價4003蚊。亞洲電視記者陳凱欣報導。
古物諮詢委員會下星期3舉行公開聽證會，聽取市民對皇后碼頭歷史建築評級嘅意見。委員劉秀成話：皇后碼頭如果獲評為1級歷史建築物，有機會原址保留。古物諮詢委員會嘅文件指，皇后碼頭係殖民地歷史嘅一部分，亦都係中老年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具有保留價值。規劃處較早嘅時候委託顧問公司就皇后碼頭嘅重置安排研究，報告首次提出保留皇后碼頭功能嘅概念，並就重置嘅選址提方案。一間性用品公司申請以本身嘅品牌嚟做自定車牌，俾運輸署拒絕，有關公司不滿，申請司法覆核，獲得勝訴。趙宇傑報道。申請司法覆核嘅公司代表知道勝訴之後離開法院時話好開心。對於運輸署指以女性性用品嘅名稱做自定車牌，公眾睇見之後會聯想到性，容易令人反感同不雅，所以拒絕申請。法官喺判詞中指，香港雖然係以華人為主，但同時係一個多元同成熟嘅社會，一般人睇見有關嘅車牌唔會聯想到性行為，亦唔會令人感到不安。認為運輸署喺評審嘅時候要有一個客觀標準去釐定邊啲嘅字眼同性行為有關。法官又指，有關產品嘅名稱係自創，一般人唔會明白同聯想到性，而問題嘅重點並唔係運輸署嘅標準太高或者嚴格，而係冇客觀同理性嘅理據拒絕今次嘅申請。一間女性性用品公司舊年4月向運輸署申請以本身產品嘅名稱做自定車牌，但被運輸署拒絕。有關公司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最後獲得勝訴。運輸署話正研究判詞，又話星期6進行嘅自定車牌拍賣唔會受到影響。亞洲電視記者趙傑報道。海關喺旺角同埋土瓜灣檢獲總值大約160萬元嘅懷疑假金飾，拉咗15人。海關係喺星期4喺旺角女人街12個攤檔揾到5000個鎖匙扣同埋有紫荊花圖案嘅紀念品，之後再喺土瓜灣2間公司嘅倉庫揾到10萬件同類貨品，所有都附有 18K 黃金成分嘅字樣，總值大約160萬元。行動中，海關拉咗15人，佢哋指涉嫌觸犯商品說明條例，貨品已經交俾政府化驗所進一步檢驗黃金嘅含量。今年嘅5一黃金週，內地旅客較舊年增加2成幾。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話：本港嘅旅遊業界做咗好多工作，令到內地旅客恢復信心嚟香港。范以明報道。今個5一黃金週多咗遊客訪港，呢間賣手提電話嘅鋪頭話做多咗生意。每日都會有好多人流喺呢度，嚇買嘢嘅意欲都多咗咯，嚇一入嚟就會揀啱就買咯，嚇舊年有少啲大陸人咯。有鋪頭話生意冇因為近期嘅負面報導而減少。以咁嘅負面因素咁樣嚟計啊，都算幾好。試過嗰個事件之後呢，就覺得就應該就會或者會曳少少嘅，但係而家又覺得冇乜點大影響。入境處嘅臨時數字顯示，4月28號到5月3號6日嘅黃金週期間，總入境旅客人數有57萬，比舊年同期上升近2成。其中內地旅客有35萬5千幾，增長咗2成幾。其中個人遊旅客有近24萬，增長4成幾。不過攞團體遊簽證嘅旅客就只係得2萬幾人，比舊年同期下跌咗1成3。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話：從5一黃金週數字嚟睇，各界已經恢復咗信心。我覺得通過黃金週內地旅客到這裡來呢，因為香港的服務有所改善，信心呢都得到了恢復。佢又話旅客對本港嘅旅遊配套滿意，加上旅發局多項措施，相信有助兩地旅遊業發展。亞洲電視記者范以明報道。中石油喺渤海灣發現儲存量達到10億噸嘅油田，係國內近40幾年石油勘探嘅一大發現。馬俊修報導。1988年，儲存量達到10億噸嘅大油田暨東南寶油田位於渤海灣河北唐山境內港區，屬中石油勘探開發範圍，係40幾年嚟中國石油勘探一大發現，規模相當於全國每年新勘探儲存量嘅一半。平均油層厚度80至100米，屬高質量原油。根據規劃，5年後將會建成現代化油田。產量高，我們直井試採的石油的產量呢是100噸，現在咱們全國單井的平均產量在4噸左右。
5一勞動節，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專程到冀東油田探訪工人。佢話發現激動人心，自己聽到消息興奮到瞓唔着。中石油就相信新發現有助落實國家穩定東部、發展西部嘅石油工業戰略方針，意義重大。受消息刺激，中石油喺本港股價急升近1成4，收報10個1毫6。至於港股方面，地產股繼續做好帶動，恒生指數上升159點，收報20,841點，創收市新高。亞洲電視記者馬俊修報道。上海一條地下食水管爆裂，引致大水浸同埋路陷。胡天恒報道。大量食水由4方八面湧出，路面變形，多處地方變成澤國，行人涉水而行。是2點多鐘，它這個當時是一個那個下水道管子出來了，頂出來了，就把鐵塊頂出來了，但是那個市民就是冒水出來了。多條道路嚴重水浸，交警緊急封閉，搶修人員到場關掉水掣，清理積水。直至中午，確定水管爆裂嘅位置係出事路段地下5米幾深一條直徑1.2米嘅水管。當局話，搶修工作需要7至8個鐘頭，受影響居民陸續恢復供水。工程人員亦加緊搶修附近100幾米塌陷嘅路面，預計星期6先恢復通車。亞洲電視記者胡天恒報道。喺印度孟買西部，一架波音737客機被遺棄喺公路5日，一度阻塞交通。呢架退役飛機嘅引擎、機翼同埋機尾都拆走咗。原本由一架拖車運去首都新德里一間飛行訓練學校，但拖車司機途中發覺行錯路，棄機逃走。天氣方面，天文台預測聽日多雲有雨，稍後幾日大致天晴，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2至29度，而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96%。新聞時間夠啦，一翻嚟呢，仲有偷快訊同經濟快訊，再見。晚安。碧桂園提提你，明日密雲間中有雨。碧桂園特約明日天氣預報係由碧桂園特約播出。